70幾歲女士今日嚟到我哋辦事處，想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女士半年前懷疑自己腦退化，去睇醫生，醫生俾依抗腦退化藥佢食，食藥後女士出現頭痛，聽力急速下降，再去睇耳鼻喉專科，醫生幫佢打咗4針類固醇挽救部分聽力，幫女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女士右耳聽神經受損，結果係左耳輕度弱聽，右耳中重度弱聽。俾女士試用我哋公司嘅單隻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，外出試機。我哋公司嘅單隻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理想，人聲非常清晰。女士馬上決定購買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女士在使用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能夠同孫仔孫女溝通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